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连续2天，咱讨论到立法院甲立法院外口的代志。今仔日要继续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公民团体为着立法院，委员听到8,000人是笑嘻嘻。咱千万斟酌理解通过法条是啥物，有关咱拢有可能食着罪，或者是互因罚着钱。今仔日好好来理解。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前中國國民黨立委陳以信。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二位，經濟民主聯合智庫召集人，也是律師羅中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咱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童曉成。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四位，美國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葉耀元。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到底立法院昨仔繼續審理到什麼程度了？針對着總統國情報告常態化，藐視國會罪，明定官員不得反質詢，強化國會人事動議權，新增加着國會調查權。那麼這爭議的法條呢，攏已經是二讀通過了。聽證權、刑法配合暫定藐視國會罪，議會24號會閣再繼續審查。民間團體嘛發聲講，一禮拜5啊，閣會繼續在院外呢外口抗議，展現着民意。立法院立案繼續審國會改革法案，民進黨團一直用戰術的拖延來阻礙議事進行。驗過國民黨團、民眾黨團靠着人數優勢，一步一步地咧推殺國會改革。目前完成二讀通過，星期17，總統國情報告常態化。總統每年3月出入進前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利益是新增加藐視國會罪，明定官員袂當反質詢。被質詢人袂用高質回答、高質提供資料等行為，若違反的人相當罰20萬。一個強化國會人事動議權，採取記名投票；一個新增加國會調查權，會當要求政府機關、部隊、法人、團體或者是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提供相關文件。若是高質拖延或者是暗砍，相當會當罰10萬。這個就是比耐力、比腦力、比意志力。好，我們是智慧的善用各種議事策略，我們會勇敢的、堅定的站上發言台去論述我們認為擴權的條文不可行之處。立案指控若被聯手擴大立法委員的權力，未來將會有調查權，強硬甲人民干涉在內，引起政治鬥爭。希望立法院長韓國瑜就爭議法案進行協商。國民黨的洪明凱講，已經備案伫咧24要繼續審國會改革法案，要拼3讀通過。民進黨團真的有比較好的版本，我們也絕對會支持。既然如此的話，能不能有更有效的整合意見，來往同樣的一個方向修法來邁進？我們還是期待在這個禮拜的院會就能夠3讀通過。目前也未通過條文包括聽證權、刑法配合增訂、藐視國會罪。24按算在這邊進行表決，民進黨團是強調會繼續用議事策略對抗若被快速表決。民眾黨的張啟楷是希望調解會讓和平討論，國民團體是招民眾在這邊上街頭抗議互相作協。記者綜合報道。咱睇看這新聞大當中2個重點，國民黨的這個書記長幹事長這個洪明凱，伊也講我還是希望民進黨會當來參與着修法，啊，大家鬥陣拜5的時陣過來修法。但是我問一個技術性的問題那但委員你也做過委員因為二讀的時陣會當提這個臨時動議啊，但是臨時的動議只干會當來修講，這個字會唔對啊，我寫一個得，還是不得，還是應，還是安怎？但是要咱的大體要來修講我
我认为这个方向爱安怎，啊，袂使发，会当发，这安尼敢妥当？这吼，立法院咧修法律吼有一个规定啦，吼啊，不管是一开始的提案，大家拢会使提案了，不管是一读了吼委员会审查，还是讲吼你去调野协商的时阵哦，诶是这讨论哦，到二读的时阵，你讲吼得甲毋得吼，这都差足多啊咯，真有空间啦吼，伫咧伊二读、三读进前吼拢有空间。啊，讲实在吼，你讲即届立法院即个国会改革吼，想要甲立法院的即个权利吼提较悬的哦。我做过去4当立法委员，我是感觉有需要。是安怎讲吼？不管是即个过去吼，国民党咧做立法院较大，啊，搁咧执政的时阵，也是讲民进党伫国会吼较大，啊嘛咧执政的时阵，拢有一个状况啦，就是立法院吼变成吼一个立法局。吼，变成行政院下骹的立法局，这毋若国民党时阵安尼，民进党的时阵嘛是安尼，吼，这是共同的一个问题。变成讲吼，国会的一个功能啦，吼，拢有降落来，哦，变成讲啊，拢挖靠行政院提出的法案，吼，啊，立法院执政党的立委就负责甲通过。所以委员你基本上赞成嘛，吼。我赞成讲吼，国会的权力爱较大。啊，而且吼，一个尊重国会吼是有需要。比如讲吼，我咧外交国防委员会，我嘛做过交际委员。我一做交际委员的时阵吼，我头一日邀请迄当阵的外交部部长吼、吴部长吼，要来报告。啊，伊头一届我请伊来报告，伊就请假，吼，请假叫伊处长来，吼，啊，我就看，啊，头一届请假，啊，我之前无做交际委员的时阵。拢总吼，咱吼邀请伊来即个委员会24摆，结果我看一下啊，12摆拢请假。我讲哪有需要讲请假遐尼济吼？啊，而且咧，我咧审查预算，因为我做交际委员迄当阵，拄好我来审查外交部的预算。啊，部长嘛请假，我想讲啊，咧审查你外交部的预算，你部长搁请假。啊，我想来审查你的医生。这委员你讲了有道理吼，你唔当请假伤济，但是会当针对讲你袂使请假伤济来定一下规矩，变做讲我因为我读的吼，我无啥有了解，我来请教在座啦，讲藐视国会这个定义吼，而且伊咧法吼是讲主要是主席或者是我甲你咨询的这个委员吼提出提议，5个人。我敢若是吼，我想到我毋知这比例对毋对啦。我细汉时阵若是讲台语吼，去老师罚钱，落爱罚钱啦。对吼，2万罚到20万啦。这到底是向来定义，还是讲无咯？阮5个，因为你是对我，你互我生气啊，我就甲你罚。还是讲应该是安怎来处理？就头到委员讲的真好啊，就是讲你缺席，你袂当安尼缺席一半。我是敢若讲吼，藐视国会吼，大家是有共识，就是讲吼爱处理。安那是藐视国会，大家来讨论吼。还是讲话白贼，还是讲吼挑过伊拢无爱来吼，即款是毋是藐视？搁有咧，要安怎处理？吼处理有足侪款啊，你要罚伊钱，还是要掠去关？还是讲吼，我进前做立法委员的时阵嘛提案，我讲爱甲伊讲是伊无受到欢迎的人物，甲赶出去。这是嘛一种方法，所以讲吼，咱一个立法院内底，这是国会，这政治，全世界国会拢安尼，当政治。你要甲伊骂，你嘛要负责任。所以讲吼，今日若是立法委员凊彩吼，讲几人提议要甲你讲甲你赶出去，还是讲要罚你钱，伊家己嘛有政治的责任爱负责啦。所以讲立法院内底，我是感觉讲吼，你要安怎罚活动？这会使讨论啦，国外嘛是有啊，嘛是有人是用这个做，拢有。所以我是讲吼，即马搁咧讨论的期间，民进党嘛要完全放弃，这个诉求嘛应该爱继续讲卖放弃。讲实在是安尼，因为过去4当咱伫立法院内底，我较衰啦，我迄当阵国民党敢若40席，讨论拢免讨论，时常调野协商的时阵拢看因咧搬戏尔啦，因提出的提案民进党甲行政院改来改去，咱讲的拢无路用啦，正负2读也好2读跳3读拢有啦，即马国会较接近，会当好好讨论，莫大家拢相拍。我是感觉讲爱有一个过程大家甲意见拢下入来，
啊，你若感觉伤严，吼来讨论。啊，若感觉违宪，提立法委员职权行使法嘛有违宪的风范嘛，你嘛会使提起嘛。啊，若是讲都会使提起，你就免烦恼，莫讲一定爱安怎。吼，我是感觉讲这一个过程，大家对于藐视国会有共同的共识，就是爱好好讨论来处理啦，莫去相拍啦，吼。拍伤多。老律师，你伫院外你抗议嘛，吼嘿？你讲一下你的观点者。好，迄个咱拄则讲吼，爱安怎定吼，大家好好啊来讨论，这我完全同意。吼啊，但是即摆问题是啥？已经通过啊啦。拄则讲的迄个25条，嘿，25条已经离脱啊啦。吼啊，国民党有甲你好好讨论无？袂。吼，伊讲每一个条文，吼，一个委员讲3分钟，吼啊，你只要一个民进党的委员去讲3分钟讲煞，马上国民党就提即个停止讨论。吼，所以等于是讲一个条文加吼。民进党讲3分钟，啊，这唔是咱讲的好好讨论啦，这第一点。吼，所以阮迄天伫立法院外口，阮就吼画一个口号，吼叫做吼昔日半分钟啊，张庆忠半分钟，吼昔日半分钟，今日3分钟，民主不是只有3分钟，好啊，张庆忠半分钟不民主，韩国瑜3分钟。迄啦，唔是民主啦，民主袂使讲，民主就是好好讨论。这3分钟的这个规定是立法院长家己规定的吗？无，即摆是安尼，条文是讲，吼，每一个人讲3分钟，你就言简意赅嘛，唔免落长嘛，吼。啊，但是并无讲到一个民进党加一个委员会使发言，啊，实际上是哦，伊就讲哦，即摆登记发言，啊，民进党一个发言了后，国民党马上停止讨论。所以你看迄个传播，阮伫个架口看 IVOD， 吼，每一个条文，国民党就是互民进党一个人讲3分钟，马上停止讨论。停止讨论。啊，这哪是好好讨论呢？吼，这第一点，吼。我小等，互你搁讲，嘿。第二点，吼，吼。对，拄则讲，你部长莫讲迄个每一个快速，快速吼，快速一半吼，啊这安尼无好吼，安怎处理吼？大家好好讨论，我甲大家报告，国民党的25条，甲黄国昌做伙提这25条，这个超级质询权是安怎吼？第一，吼，你无来，吼，伊会使甲你发；第二，吼，你讲白贼。吼，伊会甲你发，啊，还有伪证罪，吼，以为作证，嘿，对，吼，啊，不止安尼，吼，第三，吼，伊叫你提供资料，你无爱提供，你认为讲这甲国家安全有关系，这涉牵涉到这个人民的隐私、营业秘密，你无爱提出来，你爱主席同意。探律师，你伫遮吼，我问，我看到这条，我小可惊，我咪要请教在座啊。讲吼，你若立法院要调阅文件资料甲档案的时阵拒绝拖延，或者是因业无提供者，得经立法院议会决议，处1万块以及10万块以下的罚款啊，而且还有。社会上有关系人员爱提供文件，啊，我若不离我去用关系着，啊，我若无提供，我嘛会去用假罪呢。啊，不止安怎，伊佫有一个规定，伊讲反质询，吼，反质询，哦，啊，啥物叫做反质询？吼，就是伊即摆讲，啊，质询是立法委员问即个部长，啊，若做部长回答的时阵问讲，迄个。讲委员，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对，好，安尼就是无啊，但是头拄党委员拢讲，迄会当讨论上。我是安尼讲啦，吼。啊，即摆就伊即摆就已经通过啊。我回一下，无啦，你讲吼，即个讨论有几个过程，吼，毋是讲最后要三读的时阵吼。啊，再来讲吼，这才是讨论的时间。你即马再来关心，还是即马再来了解，这规个过程立法吼，对提案到一读到调解协商到二读到三读，这规个过程遐尼长。过程中，遮问题就要提出来，遮问题就要来讨论，遮问题就要来
来吼表决啊吼，这是最重要的啊。而且吼，我讲吼，即摆毋是讲尊重国会吼，尊重这立委，毋是讲尊重咱国民党的立委无。立委是啥物代表？是代表人民。对啦，你尊重国会，尊重立委是尊重伊后壁所代表的人民。是啊，有啊，我要定情啦。我若不管，我若是有办不离，我若是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叫我提供文件，我就抓等啊，要安怎？啊，这事实就是讲吼，咱国会吼内底本来就使邀请人来做那个伫咧即个美国还是伫咧外国啊个 public hearing。伊即款听证吼，嘛有一款作证的一款的即个义务啦，吼。所以讲吼，即个立法院内底吼，要请人来，讲实在，即马吼原则上除了官员吼，拢无咧邀请社会人士啦，真少。吼啊，官员吼，对于立法院吼有一个负责，伊是宪法顶悬，你就要对立法院负责。啊，立法院本来就有质询权、调查权，啊，只是质询啊，甲调查内底的内容，啊，搁有你若违反，要安怎处理？讲实在，以前拢无。即摆要开始，吼！你讲较严，拄则我咧看提案时阵，嘛有人讲爱掠去关啊。其他国家嘛是有掠去关的即款状况啊。啊，遮即摆毋是要关罚钱，吼！啊，顶无咯，我咧听感觉袂使，我要上刑诉我顶届的时阵吼，我咧提案的时阵，我讲哦，爱我错噶，我尤其我这做政论节目的吼，真正的呢。不然你就要帮我伸张正义哦，真的。这个吼实际上的执行吼。袂讲遮尔烦恼。我看到字我就惊啦，我以后唔敢甲你问啊啦。来，咱先互议长吼，立法院啦，咱先互议长讲吼，这个责任啦。即马即个立法院的即个乱象吼，都是一个反弹啦。哦，都以前吼，民进党背你小英执政，对吧？出票嘞。哎，对啊，那小英执政都一党独大啊，一党独大啊，五院通吃啊。啊，五院通吃啊了，那都国民党会发过啊，国民党即马国民党即马加这个民众党，安就过半啊。国民党本来就是甲咱，无啊，议长啊，会发过了，啊是要安怎处理？会发过了，会使复议啊。立法院会使复议啊，复议啊，复议不一定哦，复议，然后看外口的迄压力偌大嘛。过来，过来，大法官会使解释啊，解释讲你这会合无？有没有合宪？啊，你合宪，安尼就大家都无会通讲啊。啊，你不合宪，安尼就定来啊。我看这我是来讲，我有影提心吊胆。我嘛讲，你头拄讲即个吼。嘛有一寡无合理的所在啦。我刚才讲吼，我政论节目咧讨论的时阵，若去试着，若去测着吼，哇！我嘛爱提供资料，安怎，我甲阮制作人两个人拢提心吊胆。啊对啊，就是安尼啊，就是我即马就是要来看讲外口的压力安尼有偌大，安尼才来立法委员要选举的呢，伊即马安尼用是讲，可能是讲我是讲有一寡嘿这个理性的这个情况跟这个感情的用事哈，没有协调好了安尼。伊就刚讲那个知觉失调症的安尼。假如讲我甲你看起来是真正是安尼，要毋过你较。你就较想较深的，是讲小英8年啊，即马变安尼看起来，咱来听叶教授吼，你伫美国嘛吼，美国的这个听证会乃至到讲因的法则，你的比较是安怎？是安尼讲啦，美国有 public hearing 嘛，有 congressional hearing， 就是讲吼，若是。国会若需要，委员会的时阵若需要，伊会请讲社会人士，啊，佮有政府官员来讲来 Congress 做这个 public hearing， 做证，啊个讲看卖讲伊看法，伊对这个代志伊有啥物了解？但是哦，伊咧这法则的部分哦，我是感觉讲啦，基本伊伫美国的时阵吼，你若是真正无法度来，有 sick。
你感冒你啊 COVID-19 你破病啊，你无法度来啊。讲实在话啦，迄 Congress 拢会使 reschedule 的，迄拢是会使处理的，会使调的啊。你若调10摆嘛会使调啊。伊无讲你调10摆无法度，你调3摆伊嘛无法度。伊毋是安尼处理的，伊是敢若讲，若是有这需要，咱会使过来调一个。嘿那你讲你是会使来啦，无法度来，不是你是会使来，但是你陪见来，迄会使罚钱。美国嘛有安尼发钱，美国也蛮有安尼发钱，但是迄是真正是讲你讲实在话，你讲实在话，你讲，已经上歹啊！你讲我感冒啊，我感冒啊，你一行哩啊，互人看到你外头佚佗，你要有 evidence， 要有证据，迄个会使甲你罚钱。袂使真侪人讲，会使真侪人讲诶，迄美国是安尼。啊，若调阅资料咧，伊才写讲社会上有关系人员提供相关的文件。啊，若是一般的人，尤其还佫有部队哦，这在美国因人是安怎用？这上重要的代志是，啥物是讲有关系人员？伫美国有关系人员是讲你 Congress 要提供证据，你要有证据去讲，好，你是因为你甲这有金钱上的来往，啊，嗰是你有啥物电话，你有敲电话，你有电话的记录。安尼我才会使甲你讲，你是有关系人士。哦。啊，伫台湾嘛，毋是啊，你法院你讲啊，我感觉你敢若有甲伊讲过啥物物件哦？我嘛毋知你，我嘛无证据啦。但是我会使叫你来，我来听看卖哦，你有啥物问题无？你有甲这个代志所以这法条应该要写搁较幼就啊。嘿，真正所以我甲老律师感觉是共款的。嘿。这物件会使处理无？会使处理，这法条会使定理无？会使，但是你要讨论嘛，你要做啊，够完整一点，够妥善一点，不是讲现在安尼哦，起码国民党提出来，那就好有人举一个足极端的例啦，是讲吼，譬如讲咱即马即个现任的委员哦，即个齐卡欣哦委员，啊，伊即马有一个案，哦，因处理有一个案。啊，伊会当用伊的职权去调阅，即摆搁咧审查，甚至搁咧调查的即个案件，讲，我要先看即个资料，安尼嘛符合即个调查权啊，啊，这会可以啊，袂可以呢？我感觉讲这无共款，司法的案件吼，甲迄国会的调查吼是两回事啦。你讲哦，国会咧调查的时阵，拢最重要的案件，比如讲要弹劾，你讲美国咧调查的时阵，可能是真重要的嘛。哦，有一连串的听证会的调查，啊，调查你也传讯一些证人，这样子你对国会说话就是对人民说话，你爱负责，哈，啊，这爱有一个法则伫咧遐，会处理过无一定，哈，真正要处理，美国有这个法条伫咧遐，啊，200多当然是处理过几个人，无几个啦，哈，啊，即马立法院嘛是应该是安尼啦，就是所以你还是要市委员这种的应该袂发生啦。因为伫咧国会内底吼，政治是上重要的啦。这立法委员不是法官，法官甲你判死刑吼，法官无代志。立法委员要甲你做决议，讲你不受欢迎哦，我嘛爱负责任。吼，所以国会内底这是一款哦政治的力量。吼啊，今日开始要调查，绝对是因为这个社会对这已经有。委员，你讲啊真有道理吼。一方面，这个尤其立法委员吼，还佫言论免责权哦。嘿，伊所讲的伊拢无代志，啊，伊讲别人拢有代志。吼，啊，这就是伊家己有政治责任。有啦。哦，这我会当接受讲，对，这有道理。但是，这是政治裁量权，就是讲吼，你在美国的时阵，你讲你做 impeachment， 你就弹劾，还是讲有重大事件，必去做这个调查权的行使。这当然是安尼啊，美国嘛是安尼处理啊。但是你为台湾即马国民党、民进党蓝绿这还没 polar 这么两极化，那是。今天这个权力调查权被通过，那国民党提这去处理民进党的代志，个是以后，那是民进党独大了，啊，民进党是不是用同款的方式来处理国民党？阮担心的不是讲说这调查权出席出客，嘿，是这调查权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它是用什么方式、什么标准来处理你什么案子？会使调查，这到时阵会变做都无写啊，伊就都问题是都无写清楚啊。
好，我先和赖律师讲一下，嘿。好，第一点吼，美国吼，伊即个听证吼，乃是咱即摆讲调查权吼，乃是咱立法院以前的调阅权，就像拄则大家讲的吼，一定是重要的代志，你院会委员会去做决议吼，是迄个大家决定要调查的代志吼，各党团讨论要调查的代志吼，但是国民党通过的25条，唔是这个调查权，伊是质询权，是一个立法委员本来会使质询，吼，会使质询官员，吼，伊即摆搁加一个立法委员，就会使叫部长爱提供资料，伊无提供，就爱甲即个部长改发，吼，改上即个惩戒弹劾，安尼会变做吼。就是我文章咧批啊，一个立法委员就可以行使的调查权，必然会造成滥权。好啊，实际上咱看到足侪吼过去吼，即个一寡无正牌的立法委员吼，用伊立委的职权介入民间的即个企业吼，介入吼民间企业经营权，你一个立法委员。都有这个权利，这就是迄天吼，国民党甲民进党所通过的条文。伊到时候去去叫部长提供资料，伊去调的是这个企业民间私人的纳税资料，吼，这个征信资料、个人资料，迄对咱每一个人的影响拢非常大。吼，阮就讲，你这个条文袂使互伊过，你调查权应该是委员会。院会大家来讨论，唔是一个立法委员就有这个权利，结果这个条文竟然通过。哦，这我先和委员讲一下哈，我们现在个人隐私也有保护法，国家机密也有保护法，档案也有档案法。讲实在哈，一个部长哈，伊若是讲有业务的机密，哈，伊嘛袂使甲你讲，伊会使拒绝。若是国防或者外交或者国防的机密哈，国防哈或者说是外交的机密，他依法还不能提供给你。好，所以讲哈，即马你讲哈，一个部长哈，若是立法委员该调资料，若是毋是即款的秘密。讲实在，伊嘛会是互你啊！若是讲这是商业或者说是个人的隐私的机密，你甲伊透伊嘛袂互你啊。但是这就嘛是安尼啊。律师他讲，国民党通过这款的条文哦，这款的条文嘛，爱跟其他的法律竞合啊。我刚刚说，我们个人隐私有保护法啊，我们国家档案有档案法啊，我们国家机密有机密保护法。所以各位改写这些法律都会竞合啊。不是讲今天立法委员执行法变成是这些机密的最后的解释，这顶是。你看迄个。马文君吼，你连法律规定的立法委家己的秘密会议，伊资料都传出去啊！吼，你即马无啦，律师迄可能较特例吧？嘿，吼，你即马规定，吼，你即马规定讲，你即个是不是秘密？爱主席同意，吼，这个较麻烦的。如果主席嘛同意，变怎？再拒绝。无就会使上惩戒。还是像刚才陈委员讲，说不要紧，这主席嘛爱负这政治责任。我跟你讲啦，这立法院吼，大家目睭都没看。你讲吼，院会，你杀来杀去吼，偌济摄影机 camera 在甲你看。立法院的委员会内底，你若要行使藐视国会的时阵哦，专台湾新闻台都在甲你看。所以讲哦，这种政治的状况哦，不会说如此的轻易的去面对。突然一个主席说啊，我看你不爽，我要把你藐视国会，就给你发落。我都同意讲吼，你不哈要求啊，人家要互人处理啊。真正的问题袂是这，真正的问题是官员惊讲去互人上惩戒，所以到时阵立法委员甲官员偷资料，吼，伊就安尼啊，我都送出去啊，我都送出去啊，我都送出去啊。好，安尼到尾啊，真正受害的是咱这个私人的企业、吼团体、人民。好，阮这个经济民主联合，到时阵伊若做甲内政部长讲要调阮的会议记录。就郑律师啊，我想吼，这上下尾都变做讲，哎，又搁去到院长讲啊，这就是出票啦。但是到底要安怎来？行到这骹步啊，吼，二读啊，咁要伊存草哦，啊，佫存，即摆已经新增50条啊嘛，啊，佫草17、16条嘛，吼，啊，
但是一条若是3分钟一个，3分钟一个，可能上班是一礼拜的代志啊。啊，但是安尼过去啊，互伊若是无安怎啊，这真正的通过要安怎啦？议长。我头我讲过啊，要不互伊，要不就啊，总是啊，等讲，党委员讲啊，无就大家要斟酌啊，看你按敢用安尼用无？啊，大家有小麻烦，安尼吗？毋是安尼啦，我是讲，即个吼，我确实讲有一寡上超过啦，吼，你讲私人安尼，要安尼来保障伊的隐私权啦，哈，迄是真困难，就是说，即个两个法律吼，真正是讲有一个冲突啦，啊，那有即个冲突，安尼都上火大法官来判，你看好清楚啊，你看好清楚，虾米人讲的有理，你来判。我是讲了后吼，即个通过了后吼，一定会。哎，我看律师，你就爱即摆你就爱踮咧地方，因外口佫超手头2个月咯。哎，未完未了。来，叶老师，你安尼看吼，即摆目前是爱用道德好要讲无咯，啊，恁就2党3党，恁就做好心吼。你民进党你嘛歹安尼，咱就好好去政党协商，啊来。重新再夫妇的大家过来一摆，敢会使来夫妇的重来一摆，已经甲离托啊呢。毋是你多大气，我都无法度啊。基本是安尼啦，进动协商哦，就是这个政党协商，基本上这个程序无去啊。对民进党来讲哦，以前的时阵，当然刚才党委员嘛讲过，以前的时阵敢若做戏尔，我有协商，但是拢是我讲的线，因为我多数嘛。我若是投票，我一定赢呀。那即马国民党甲民众党，就一直讲，阮下周会的时阵，阮有多数，所以讲我无需要甲民进党来谈论啥物物件，我啥物物件都无需要来处理。但是安尼哦，对台湾的政治是不好的下顿，因为伊即马美国嘛是安尼，美国嘛有两个党啊。有些时阵啊，民主党的人较济啊，有些时阵共和党的人较济，但是伊该处理的代志都得处理，伊程序上面该处理的制度一定要去执行完，因为你一旦不去执行，一旦改奉查，以后就变成是惯例了。若是变成惯例，讲实在话啊，若是后一摆民进党摕到多数啊。伊是咪讲啊？以前的时阵，利用程序的方式，好，慢互我讲话啊！利用也不跟我来政党协商，那我嘛是同款的方式来甲你处理啊！安尼刚好。尤其吼，咱头拄啊吼，我咧去想到一项，因为刷来还佫关于着国安5法要修法，这吼，尤其是哪力双方面对着这个中国两岸政策，真大无共款。甲美中台3方面的关系啊，看法无共款。哇，这个我咧想讲哦，这个5法啊要修落去哦，我真正我看大律师你啊规年烫起啊大呀。吼，啊这到底是要安怎拍？这拍死界吼，要安怎拍？要安怎拍开吼？我要先来对叶老师才问起吼，美中台即马尤其咱大总统。502发表了这个文告吼了后，这其实中国迄边发出来的声明吼，伊习近平无讲话，去王毅来讲话，而且讲了2摆，吼啊，若是讲啊气个啊，到底这看起来安尼，敢若无啥有进展呢？你徛在美国吼，但美国你定这个信息较通吼，你感觉这个后手是美国会先出手来这个角来拍开？还是讲无咯？这看起来吼，中共吼，敢若较弱软呢？哦，最近这一连串的军事的冲突啊，较激烈，你安怎看待？我啦，美国的态度是安尼啦，即马讲吼，两岸爱沟通、爱参详，但是美国不会强迫你去甲中国参详。啊，即马中共的想法是安尼啦，但是民进党继续执政，啊，迄就是态度。卖讲，一个卖讲好，就在偌清的总统就职演说的内底，你看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大家都会，迄内底拢会讲中华民国，拢会讲中华民国台湾，已经变做从台独变成外独啊！但是
为中共的角度来看哦，啊，台湾若是民进党，民进党就是大党啊，你要互甲国民党还是别个党啊，较中国会使沟通的这些进动，我才会使甲你讲话。所以讲哦，这个结哦是拍袂开的啊。美国嘛不需要甲你拍开，因为就为美国的看法，起码美国甲中国是强烈的竞争，这个竞争是不需要去改变的，不会因为两岸关系，唔会讲台湾甲中国关系较好，对美国就有啥物帮助。因为美国是用单一的方式 （unilateral 的一个方式）去帮助台湾去想办法去做更 strong 的 deterrence。他并不是想要让，伊想法不是讲好啊，台湾跟中国不是要来替咱解决问题啦，不是来替咱解决，不是替台湾解决问题啊，伊是去看到台湾是徛伫美国这边，这是美国的看法。所以叶老师，你意思是讲，咱无选择的余地咯？本来就无啊。本来就无啊，无啊，伊是安尼啦。你讲马英九的时阵，迄台湾会使甲趁中国的钱嘛，会使甲美国买武器，迄时阵是美国甲中国啊，经济无共款，伊两个body 的，所以假如说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啦，吼，假使适当了后，那国民党执政，国民党敢有选择？但国民党即摆就讲啊，尤其啊，现在但委员如果是。这个海外工作会的这个主委吼，就是讲我就是亲美友中啊，就是讲我的顶距离的，甚至讲这敢有可能？这有一个是一个问题吼，你亲美，你要亲到什么程度？要亲到去南小哇？亲到什么程度啊？那是你要。有中啊，伊是不是在亲密这所在就程度要稍微减低？那是安尼，美国会欢喜不？啊，你若是要更较亲密一所以我就要问叶老师吼，美国即马叫咱爱徛甲伊徛做伙是，我要甲你揽条条，还是讲无啦？你就坐一家就好，吼啊！我要需要你的时阵才甲你叫，是倒一种？无，基本是掠条条，甲你揽条条的时阵，但是你若是甲中国会，小可使一个马尾嘛袂使，无会使，你若使马尾会使，使马尾会使，但是你无法度在国安在战略上面甲中国徛做伙。哇，安尼国民党其实嘛无好巧呢吼，无好巧啊，所以讲吼，即马的 policy space。起码所谓的美中台三边关系，你的变化，你的 variation 吼，安尼我这个地方爱改，不是美中台三方啦，是中美两方啊。即马就是中美两方，讲实在话是安尼啊。我等于就这样看。我讲安尼吼，美国跟中国吼，既对抗又合作，又合作，嘛有合作啊，真多议题啊。中东的议题啊，俄乌的战争啊，气候啊，还是啥，啊，拢爱合商啊。你对抗是一个大方向，也毋过对抗了后，阁有真侪物件爱合作，毋是讲干那对抗人。因两个会当有诶会当合作，因两个跟咱合作要安怎？即马就是讲前提的问题啊。你两岸两岸。你要做到做会，你要上谈判桌，你都讲我是啥，你是啥？你讲告诉讲我唔是我不爱接受这个什么9·2共识，要求几个一中原则，这个前提的时阵，你就是外国人啊，你都外交部来处理就好啊，你创一个陆委会要创啥？你即马陆委会成立，即马陆委会来处理。大陆的代志，都甲外交部是无共款的，对吧？那这是啥意思？这个意思是讲，阮两岸的关系唔是外交的关系。是，所以就刚才讲清楚啊。那议长要互你主张，要安怎主张？主张就前提啊。就爱承认你要接受前提无？承认九二共识。你会使发明一个。无9·2共识的9·2共识，安尼这都辩证法。议长，你这境界真悬。即马几个无9·2共识的共识。太对，
4月时阵，马英九毋是讲甲迄个习近平咧见面，习近平就讲啊，中华民族对安尼就会使啊。哦，咱就爱缔结无啊，叫中华民族。啊，中华民族就会使啊，咱家己人就好啊。叶老师，或是讲，靠是讲，你讲，哎，咱两岸拢是家己人就好啊。啊，家己人安尼就会使。啊，跟着蔡依瑜委员的家己人，来，叶老师。安尼歹处理啦，讲真正话啦。啊，即马事实就是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中国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嘛。起码就是两国论的一个框架，但是 de facto， 是 not de jure。但是 de jure 是不是安呢？我们的宪法，中华民国的宪法并没有说中国是烂的，一个讲领土是政治问题，这个事件已经解释很多遍了。所以你别讲说我们要去开发一个中国跟台湾是敢若不是国跟国之间的关系，敢若是兄弟，敢若是姊妹，但是安尼安尼处理了啊，中国在国际社会里面就可以去说，嘿，台湾是咱的，大家拢可以会使接受一中原则啊。那是安尼美国就无虾米力量来甲台湾来帮助。伊无法度在国际社会上面说啊，台湾不是中国的啊，即马台湾人家己拢讲台湾是中国的啊，台湾亲邻甲中国是走到顶的啊。这安尼就美名吼，但是我先停一下，我要请下罗律师吼，因为恁的组织叫做经济民主联合吼，在恁的立场吼，恁是对这个经济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切入点去切入啦吼，从此以后，譬如讲。国民党也可能把这个服务贸易搁再提出来。恁的准备是啥物？恁的主张是啥物？顶届选举的时阵，国民党的候选人就讲，伊若做当选，这个服务贸易协议，伊就要重新开始，这是阮反对的，是安怎反对？因为中国这个国家真特别，伊认为讲，伊的经济。伊无咧真正甲你讲经济，伊的经济就是伊政治的武器，伊政治的手段。伫咧中国的想法内底，即个中国即个18大的政治报告写足清楚的。伊讲两岸的即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目的是啥？要为即个两岸统一奠定基础。中国的想法就是你来甲我做生意，你来我靠我，你爱依赖我，到时阵伊后一句话就是讲，你既然趁我的钱，你就袂使主张台独，你袂使支持民进党，向去互伊处罚，徐旭东就去互伊处罚，足侪人，因为讲你伫咧中国有做生意啊。你是安怎使关机吼？政治现金关互民进党的候选人，安尼就叫人处罚。所以在中国的案内，并无即个真正讲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伊要甲你做生意，就是希望你无即个经济的自主性。你无经济的自主性了后，你就无你政治的自主性。所以这罗律师吼，你讲得真清楚嘛但是徛在国民党的立场，或者是陈委员你的想法这有3方面，一个是美国的态度啦，关于到这个一个中国，什么9二共识这点，一个就是经济上的这个自主啊而且我唔知你有同意无？这罗律师的看法就是讲，伊的经济作为拢是要服务伊的政治的目的，第三个就是。更加无可能，就是叫民进党机关压起来讲，是我来接受到一个这个一个中国这个什9二共识这3条都一个较容易达到。拄则在问讲这个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台湾到底徛哪一边？我看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之前，咱甲美国都徛共一边啦不过咧，美国。态度是安那？你的同志拢甲你想的共款。我甲你讲我伫咧马总统的身躯边，我做总统府发言人，我对美国足好的呢。
吼，我这几档的时间吼，我嘛是拢走美国。我即摆咧甲你解释，就讲美国对咱的态度是安怎吼？伊对咱的态度，国民党甲迄当阵马总统的时阵，甲习近平嘛有见面啊，美国嘛讲好啊，伊嘛拍破啊，伊无意见啊。吼，主要伊惊是啥？伊台湾卖创空。吼，莫伫即款，伊即马美国甲中国大陆即世纪吼，拢咧竞争嘛爱合作，足侪代志的，毋拿台湾啦，乌克兰的代志伊嘛需要北京啊，以色列总统的问题伊嘛需要北京啊，人员的问题伊嘛需要北京啊，就台湾的问题伊无爱北京啊，你无法度逐工拢敢若看台湾尔，伊逐工拢咧甲北京咧处理代志啊，所以讲台湾的代志是一条最重要，毋过咧上好莫创空，莫出代志。所以这对美国来讲。那是在这两岸关系顶头，什么叫做创空，什么叫做无创空？今嘛吼，我讲吼520的这个就职演说吼，讲实在，今嘛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今嘛民进党总统有3个啦，阿扁嘛做过总统，蔡英文嘛做过总统，今嘛赖清德嘛做总统，这就职演说有3项啦吼。你讲2000年的就职演说的时阵，阿扁嘛有讲什么？未来1周以后，大陆有一个安那想象。吼，互伊一个 comfort， 所以伊感觉安那听其言观其行，后壁再来看。你讲蔡英文2016年就职演说，伊嘛有讲啥？9240，当时有谅解有认知，我们来谈92。吼，你看看，蔡英文嘛爱讲92，陈水扁嘛爱讲1中，赖清德都无讲，无讲嘛是一种态度啦。所以对伊来讲，你认为这叫做创空？我讲这是一个危险的讯息。这是一个危险的讯息，讲哦，进前民进党2届执政，伊拢感觉讲吼，至少爱安怎，爱互大陆一个开始，咱讨论嘛。但是迄阵是蔡总统讲的迄种讲法，你感觉是毋是创空？但不管如何，伊互大陆感觉讲吼，至少安怎，咱等看卖咧。那等无人。即马即届，无迄阵时那讲煞了，大陆感觉免等啦，吼，拢就清楚。我意思是讲，迄阵时阿扁啊嘛咧等伊，伊嘛咧等伊啊。那会等无人？蔡总统嘛是等无人。两岸关系吼和平吼，爱有一款技术，那个维持下去、延续下去。你若讲冤家，一直冤落就相拍嘛，对吧？是安怎？冤家爱最好冷战，冷战之后变冷和，冷和之后最好呢就大家气消下来，这就是一款和平的维持的技术。你讲他可以从陈水扁还是蔡英文看到讲台湾民进党就是讲即种嘛想要维持，即马感觉讲赖清德讲煞了，因感觉讲好亲像根本无想要爱。对蔡总统的政策，还是讲这个阿扁总统的政策，较有相对性的东西。即马这赖清德是讲吼，伊要蔡规赖水。不过以吴鹤龄的演说一出来，感觉讲好像蔡规没有赖谁，这款感觉啦。是，该都拢无共款呐。我先请教叶老师。是。这安尼看起来是比较性来讲是赖总统较 bold、较直接，还是讲较无路软？无啦，伊讲吼，即马为为阿扁的时阵到即马已经24档啊。这24档哦，台湾毋是共款的，台湾嘛在变化啊。2000年的时阵，台湾敢若差不多40%的人认同家己是台湾人啊。即马2024年已经有60%的人讲家己是台湾人啊。你若讲，那是台湾是一个民主体制，不是讲近乎要反映人民的想法吗？起码多数人认同家己是台湾人，那为什么讲我们还是要跟中国跳探戈？说咱是中国，咱是那个92公司嘛是存在的，这讲实在话不是很合道理啊。讲得来啊，你若是讲吼赖清德有什么创康，赖清德哪有创康啊？美国就有反应啊。美国讲啥物？美国啥物拢无讲啊！其他的民主国家讲了啥物物件？啥物拢无讲啊！那是真正有问题啊！中国的军机嘛不是飞过来吗？最近有看到无？无看到啊！所以讲，到底赖清德讲即摆赖清德讲的物件，我的看法是讲吼，中国嘛知影赖清德会安尼讲，是你讲有小可较薄的一点，有小可较强硬一点，有，但是嘛没有超过因的想象。所以伊会当你感觉这赖总统咧写的时候嘛，知影讲这我不管按他写，伊就是骂我。我啦，起码的所谓的 status quo 现状嘛无改变啊，
他们伊嘛无去改变现状，现状就是那是台湾。所以咱会另外一方一个相对性的角度，就是讲，赖总统就无新的招啊，会使安尼讲嘛？这即马上紧啊！即马上紧，还有4档啦，这摆讲这上紧啦，嘿。议长，蔡英文的520哈，第一届520，迄是安怎错的？迄是讲美国哈，先甲伊的520的迄个演讲稿，互北京看，安怎证明呢？伊讲了哈，520才8年前讲了哈，无到半点钟，北京迄3个合作，伊讲啊过关，安尼会使啊？迄是啥物意思？意思是讲伊毋是用 AI 就去写哦。毋是啦，进前伊都看过啊，北京都看过啊。所以这届无呢？这届无，这届迄个国台办吼，国台办是下晡4点，伊才翻译。伊是讲哦，听一个内面爱开会啊，内面爱参详啊，安尼得出来一个结果哦。是讲即马就是讲看起来吼，伊草英文的时阵。你搁互北京吼有一个想象吼，有一个想象讲啊，以后吼可能和平统一够有希望啦。即马呢，我看起来都他们青梅加进退哦，无啥物希望的会款啊。即马都伊可能会启动启动反分裂国家法。安尼都代志都歹啊，安尼都歹处理啊。即我真好奇吼，赖律师，10档之前，恁太阳花徛出来，到打10档啊吼，佫继续这条路，恁会坚持？你敢看到这个隧道外口的这个光明灯伫遐吗？还是讲无？咱就一直爱安尼用啊，不管是道德性。还是功能性，还是技术性、战略性，咱要坚持，总有一天中国会幡然悔悟。这应该安尼讲，毋是10档，吼，其实为这个是100档，台湾人对民主的追求，吼，超过100档。咱为1920年代台湾这个台湾议会期成同盟，吼。这个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咱要爱吼，咱台湾人家己的议会，台湾人要家己做主，要求民主，吼，这个主张，吼，为过去到今嘛，到国会全面改选，吼，到咱爱有家己，吼，的民主，咱的民主，家己选总统，无爱互中国，无爱互外邦，吼，来干涉，吼，这个主张，台湾人。一定会继续坚持落去。所以，律师，这已经接近这个宗教情怀哦。无，这是应该安尼讲，吼，这是每一个人对家己吼信用价值、幸福的生活的一个追求。因为到伫民主的社会内底，你才有办法保护每一个人的人权。你看香港就知嘛，吼，香港1国2制，吼，即摆变做，吼，即摆。这个情形，所以足侪人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嘛。是，这另外一方面我请教吼，陈委员吼，因为这嘛是一种事实，社会事实的存在，有一群人就是无甲恁安尼共款想吼，刷落来国民党这个路线有必要来修正，还是讲要展现出一个较高超的这个方式来说服，譬如讲赖律师因这种人。台湾的民主100档吼，这是一个价值吼。台湾民主无毋对，咱来继续追求。大陆无民主，即嘛是问题所在。所以讲吼，咱咧甲伊处理的时阵，又无啥讲道理。这事实嘛，大陆无民主，所以这问题伫遮。你即嘛有民主，要处理一个无民主，你也有智慧啊，你也有法度甲按捺啊。你若无法度甲按捺，咱民主敢会赢？民主一定赢无呢？历史上无讲民主一定赢。所以爱一个赢的民主，安怎爱有智慧？国民党就是爱有智慧，爱来处理啊。拢无处理，哪有智慧？无处理就无智慧的所在啊。所以你认为即摆国民党有咧处理吗？咱爱处理中国大陆，你若无法度处理，你要哪和平？
吼，你无法度处理伊，就无好评。所以即摆朱主席敢有智慧的啊，就是咧处理讲。吼，咱爱亲美，吼，有日要和陆。吼，这是三方面台湾的智慧伫咧遮嘛，所以讲你讲美国有咧处理无？主席都有咧处理美国啊，我嘛咧处理美国啊。日本我甲好友伊嘛去日本啊嘛咧处理啊，啊毋过大陆你嘛爱会法度处理啊。咱台湾足细，你若是讲吼三骹无拄好吼，会摔落来；三骹拄好，你才会徛咧遐。这咱的台湾人爱有即款的智慧啦。这我想象力较不足啦，叶老师。但是哦，即摆看起来哦，国民党去中国的人较济啦，阶级会较悬啦，所以委员你较高端咧，无啦，中国较悬啦，啊，摆委员你较高端咧，下面嘛去中国啊，即摆是主力都也袂去啊，后一日啊，敢若王金平啊，佫有啥？啊，佫委员你较高端啦，就这人去呢，你爱招较济人去，大家才看。